头转来国内，咱来关心婚姻检方侦办电信诈骗。即马所发现讲 ，NCC 前委员肖基宏，伊落任了后，即马是以1个月5万块的薪水，互一间电信公司聘去做顾问，伊就是协助电信业去协助处理这电信业和这厂商之间的业务，认为讲伊无遵守第一回避条例，已经改起诉。 所有的案子，只要民众有申诉，我们经过一定的程序，看有没有事实的查证。面对镜头讲话真清楚的前国家团保委员会委员肖基宏，过去定接受媒体采访，伊卸任了是转去第2类的电信公司做顾问，但是这间电信公司进前互婚姻地检署查出无确认客户身份，都销售大量的黑门卡互早期集团使用。早期集团是用龙头卡的门号，收集国内外人士的国资，为做 KYC 实名认证，照交通早期含洗钱等罪来起诉22个人。通讯传播委员会前肖姓委员于离职后，至该2类电信业者担任顾问一职，涉嫌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第24条、第16条旋转门条款。 于日前提起公诉。检调发现肖基宏以1个月5万的薪资担任2类电信公司的顾问，伊的经历嘛，互吹出来。除了电机电子、通信传播监理，佮捌做 NCC 的委员、秘书室的主任兼发言人。代志被控了后 ，NCC 今日发声明回应讲，细小的前委员卸任离职了后，伊是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的等射门条款，做2类电信业者顾问，互地检署起诉 NCC 惊到嘛真危险，全力配合检调调查，卖冤枉。 卖帮贵专业的人士，他们在离开原来的岗位里面呢，接下来的一些工作的部分，可能要去规范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从事的一些行业。为着卖搁互公务人员违反等射门条款，仲较建议讲会当提悬罚金来协助。另外，敢搁有其他现职也是离职的 NCC 委员官员涉入，该等检调来扩大追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